收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悄悄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当安怎，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滴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恁两个连他想要对付完，嘛是为着分财产尔。兄弟透明来讲，讲啊我听啊爽，凡事我分一半互恁。啊，将来我嘛捌想讲要分过财产。对啦，我甲二兄吼，拢是做大事业的人啦，无咧看到这点仔做光使啦。你放心啦，袂甲你抢啦。安怎？唔相信哦？爱我白纸黑字写一张证明互你无？好无？好啊。若无分财产，当然真好啊！安尼哦，咱兄弟啊，以后咧讲话哦，嘛免咧勉强，对无？哈，是不是安尼？咱兄弟啊，真难得讲会当做伙，就应该来啉一杯。啉啊醉。我要去灌烧酒。好啊。小弟，你有要紧无？小等下，我甲你讲的，你有记得啊无？有啦有啦。你哦，调清楚，剩以后，伊的个性有一个弱点就是，小丁，你小休困一下。小丁啊，你的病是有要紧无？我的病情哦，比你想的搁较严重。啥？搁活也无偌久啊。小丁，所以讲哦，爱紧，万项哦，拢爱紧。小等，紧，来，来去，哪行哪讲。廖俊义，伊最大弱点就是小情重义，所以吼，伊今日才这落魄。小丁啊，我看吼，你先莫讲话啦。啊，那廖俊基即马落魄到安尼，伊唔敢搁后面乱来啦。咱今仔先莫去找伊，我先带你来去医院，身体情况好，再搁讲。小弟，你千万就唔安尼想。就是因为廖俊小情重义，所以哦，伊若要翻身，会足多人要听你，要特别注意，听无？有听无？有啦。小丁，小丁，小丁，你两个阮准爷带转来尔，你两个都对调调。无唔对，
阮两个就是牛头马面嘛，专门要练准去啊。我看你哦，要死冻害啊啦！牛头马面若要掠吼，会先掠你啦。啊，你是你乌白讲啥？啊，当初阮准爷前做出来了后，拢伫咧找你乌果子，什么乌果子也犯法是无？嘿笑的，咱听我这个比咱这做老伙啊！啊，若要掠，煞不要去阮厝掠，煞不要去。去啊！闪啦！组长，我看吼，咱今仔卖去找伊啦。不行，爱逼，若无逼伊吼，伊的骨骹袂缩出来。一定爱逼，像伊母啊，打迄东哥，佢脚袂喘气。组长，准做要逼廖准义，啊，我着规气调伊来派出所问问的，安尼就好啊。你看安怎？哎呀，要是酒唔啉，你要创啥？莫管伊啊，啉啦。你吼，你是咧乌心酸的啦，哼，哎，系啊，我早起吼，落去甲挖出来土吼，迄土拢还阁湿湿无，可见这口子啊，一定还阁会出泉，绝对会出泉。讲你外行，你就是外行啊！啊，这果子乌遐尼深哦，迄土绝对会湿湿的啦。若唔信吼，咱这门口埕凊彩互你见一位啊！你甲乌5、6手深落哦，土逐位都湿湿。若唔相信哦，我头才剁开互你做伊啊济，啊唔就好啊！唔是安尼，绝对唔是安尼。上礼拜哦，我跳落去甲挖出来的土吼，拢大的啦。但是我早起阁跳落去挖出来的土吼，是拢湿湿无？湿湿，哎呦，你咧讲猛啊？安尼我听无啦。哎，啉酒唔啉，管这口果子就要创啊！哎，哎。哎呀，真难你讲哦，咱三兄弟啊，大家当然做专家。来，来，干！干一杯，来。哎，呀，我问恁，恁无买甲我分田两土地，啊，准做土地若互我卖去，恁嘛无要甲我分钱，对无？对无？无唔对，唔对，讲话听听。大兄，啊，我都讲要写一张好气关的证明互你啊，啊，你也袂放心啊？唔免，兄弟啊，讲出来就是话，时到若后悔哦，我这个做大兄哦，绝对毙命的啦。大兄，莫讲我无提醒你啊，这摆中华土地买卖是做复杂的哦，一世纪啊，乌道白道拢有财团挖过来，大家拢要抢赢啦，到时阵啊，会做麻烦。安尼啦，我看吼，你规气交代我处理啊。你，你敢有法度？但我有二兄咧听我咧，你是咧惊啥？吼，对啊，二兄。啊啦，我保证的，连中人钱哦，1仙5厘拢莫甲你客。好啦，恁若敢开喙哦，我就交代恁赔啦。来，啉吧，来。二兄，来啊，啉啦，啉落去。来，啉啦。就啉啦。二兄，阿母他袂转来。你会烦恼阿母啊？
哎，正义啊，规矩安尼啦，母啊来带我遐啦。囝若无法来，父母啊，规工出去外口咧捡泥纸，去遐排单骨蛇哦。恁袂歹势哦，我这做大兄哦，感觉真无面子。嗯，恁讲安尼就唔对啊！靠双手出来趁钱是倒位唔法？亲像咱母啊，自少年的时啊，伊就嫁予咱阿婆，也就踮迄个田中哦，伫咧做事，做到老啦。但即摆无事通好做，阿母这心肝内哦真艰苦，所以啊，伊才安尼走出一世界哦，伫咧捡物件。讲安尼也是好啦。一方面啊，伊会当街仔头走到街仔尾，找人安尼开讲。所以哦，恁拢无了解。我上了解阿母的心情。我甲伊讲，等下阿母念伊转来，伊会煮饭。咱兄弟啊，真难你讲安尼做伙，等下陪阿母食一饭，哈。无啦，我即摆已经肥个饱，我食袂落啊。我要先来走，袂成啊。斗阵来走无？好啊，小等下，哈，我现在就走了。好来，来向上。讲咧讲偌有效，就听着母也要转来哦，大家都安尼走甲飞啦，啊，无要紧，我有信心，我绝对有迄个信心，我要将这骹古井哦，甲乌甲互伊个出泉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校长，这次运动好，互你换啦，要困靠困。我困袂去啦。校长啊，我若知影吼，你身体无好，我就袂请你来啊。我一直将罗爽的、廖俊义甲吴良的菜市啊到这样啊，当作是玩笑啦。所以吼，我才用心计较，要来对付你。想袂到讲，我会比这笨手罗麻较早转去，我是唔甘愿。唉，
钱也无摕到。母啊，母啊，我要去找阿蜜啦哈！母啊，母啊，你毋煞困去啊？叫你慢下，你过来。嘿，哦，你塞到迄落皮咧啊！阿妹啊，阿莫叫啊啦！你塞到迄落咧，有才调对我这款开始拍算，连少年也算过哦。这部号做地号天色，这部号做夜光通枪，这部卡尾煞火灾，来。哎呦，安尼，两个人牵着咱坐入去。妹啊，我甲你回失礼啦。妹啊，莫安尼啦。规身躯的臭汗酸味，搁臭酒味，安尼也敢来找我？我着一个啉酒醉醒起来时想着你啊，毋知这头壳内拢总是你的人影。我这赶紧要来煞袂记写信。你以前心情不管偌歹，拢袂啉酒，你即摆哪会变甲安尼啊？我心情好啊，我是甲阮小弟、阮大爷做伙啉的呢。我本来想讲阮兄弟啊，若要恢复感情，一定是足困难。想袂到，大家个做伙酒啉落去一寡误会拢总化解啊。我是有听大嫂来听讲，我叫是大兄去找你冤家呢，我烦恼到要死。到底是安怎？我着甲阮小弟讲了实，无要甲阮大兄分财产。阮大爷就听着安尼真欢喜咧，伊讲若安尼大家以后就当好啊做兄弟啊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用分财产做条件，来交换你兄弟仔感情，安尼敢好？嘿，你着袂晓食薰，你哪会买薰？是啦。你看，这是阮小弟甲好贤伯客我，讲要我做所费，你哪会用收啦？我哪会甲收啦？我想讲天光了，才得来互伊就好啊。那着要等到天光，即马着会使去海啊。后尾海嘛，着我困者才得来海。起啥叫你直接困啊？起来啦！你给我起来！起来！妹啊，我甲你讲，我即马拢总无财产，嘛无头路，嘛拢总无钱啊。以后我要看你食穿啊，我要互你饲啊。食个遐济岁，搁想要做小白脸，食软饭哦？
敢袂嫌伤慢？我来走。细字的啦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。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。 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予干，唔通留半伫雨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